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ice 啊，歡迎你嚟到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。由於之前喉嚨唔係好舒服，所以已經超過1個月嘅時間冇上過長影片，喺度真係講句唔好意思。Sorry. 上一集影片，我同大家一齊坐免費嘅 Hop on Hop off 嘅穿梭巴士，玩勻大半個巴羅沙谷。大家睇片嘅時候係咪都覺得幾過癮呢？原來 Adelaide 都有啲咁正嘅免費活動。如果你想知道有幾咁好玩，記得睇返呢一套影片啦。今集都係會同大家玩一個免費活動，如果想知道今集去邊度玩，咁就千祈唔好行開，一路睇落去。我哋去片呢一日，我哋嚟到嘅地方呢，就係南澳洲最有代表性嘅地標之一 Adelaide Oval 亞德萊德橢圓球場。今日呢一個免費參觀活動名稱就係2026 SANFL Football History Tour， 即係南澳澳式足球歷史之旅。今日之前我係未嚟過 Adelaide Oval， 我成日都好想入去睇下。如果唔係睇球賽或者參加一啲收費嘅參觀活動，相信都幾難入到去行下。呢一個活動嘅集合點就係南邊嘅閘口，等齊晒參加者之後，呢一個南澳足球歷史之旅正式開始。今日參觀嘅主要樓層就係位於 Adelaide Oval 嘅3樓，係會參觀 SANFL 嘅歷史展示區。如果你以為今日只係嚟睇一個球場咁簡單，咁就錯啦。因為呢個 tour 其實係帶我哋走入南澳足球歷史嘅深處，去了解下 Adelaide Oval 點樣成為 SANFL 球迷心目中一個好重要，甚至係帶住感情嘅地方。呢一個導賞團係由一個義工伯伯帶住我哋20幾個嘅參觀者，透過舊相片、舊時嘅記錄、球員嘅舊用品、球員故事同埋歷史場去認識南澳洲足球嘅歷史。聽住義工伯伯嘅講解，大家都重新認識足球喺南澳洲點樣一步一步發展出嚟。原來一個球場唔單止係比賽嘅場地，而係好多世代南澳人共同經歷過嘅歡呼、失落、回憶同埋傳承嘅地方。呢一個足球歷史之旅主題係介紹 SANFL 145年嘅足球歷史、獎杯、獎牌、照片、運動衫等等嘅收藏品。每一個收藏品、每一個展覽、每張相、每塊牆背後唔只係資料，而係一段段嘅歷史。而呢啲歷史唔係停留喺展覽館咁靜態，而係仍然活喺今日每一場比賽、每一個入場嘅球迷、每一次歡呼之中。南澳洲對足球嘅熱情係一種好深層嘅文化，呢個唔單止係睇波，而係層層嘅傳統、榮耀同埋社區嘅連結。講到 SANFL 呢個名，同時代表2個角色，佢唔單止係一個聯賽，而係成個南澳澳式足球嘅管理機構。SANFL 1877年已經成立咗，佢係澳洲最古老嘅州級聯賽。仲有嘅就係 SANFL， 仲有2支 AFL 球隊，即係澳洲最頂級嘅澳式足球職業聯賽嘅牌照，就係 Adelaide Crows 同埋 Port Adelaide， 即係話南澳洲呢2支球隊係可以代表南澳參加 AFL 全國聯賽。呢一個免費導賞團仲有機會參觀 Adelaide Oval 位於3樓嘅3間特別房間。我唔講咁多啦，等大家自己想象下喺呢啲咁正嘅 VIP 房入邊睇波，究竟個感受係點呢？行完3間 VIP 房之後，我哋行出嚟戶外睇睇，哇！即刻被 Adelaide Oval 嘅壯觀震撼到啦，真係好大好開揚，望住成個球場，會有一種原來體育場地唔單止係一個比賽場地，
而係一個結合歷史、建築美學同埋城市文化嘅地標，去承受住幾代人嘅運動熱情同埋共同嘅記憶。Adelaide Oval 嘅建築唔係嗰種好誇張嘅現代場館，而係一種好優雅嘅平衡，保留歷史感嘅同時，亦都加入咗現代化嘅設計。望住看台上邊嗰啲幾何感好強嘅頂部，佢哋兼顧咗遮蓋、視線同埋結構嘅美感。事實上，好多網站嘅遊客評價都將 Adelaide Oval 被譽為世界上最靚嘅運動場之一，又或者澳洲最靚嘅體育館。除咗靚之外，成個球場開揚度亦都好高，視野非常清楚，可以望到成個嘅草地同埋城市景觀。Adelaide Oval 嘅外觀同埋內部建築雖然好新，但其實背後已經有超過100年嘅歷史。1871年，當時南澳洲板球協會成立，球場就開始逐漸形成。1873年，Adelaide Oval 正式開幕。1877年，球場首次舉行足球比賽。換句話嚟講，呢一塊草地係見證住超過150年嘅運動發展，唔單止係球場，更加係南澳洲體育文化嘅記憶庫。Adelaide Oval 係南澳洲最大嘅體育場地之一，現時大概係有50,083個座位，視乎場地配置而定，最大容量可以達到53,583人左右。今日參加嘅唔單止係一個足球歷史探索之旅，而係一次返到足球根源嘅旅程。澳式足球唔只係一個比賽，而係一種身份、一種社區連結、一種幾代人都延續嘅熱情。Adelaide Oval 唔單止係一個場館，仲係一個有靈魂、有故事、有歷史嘅城市地標，承載住南澳運動文化、建築美學同埋城市嘅記憶，見證幾代人嘅共同熱情，由1871年一路走到今日。Adelaide Oval 用歷史留住過去，用現代設計迎接未來，呢個就係 Adelaide Oval。今集影片去到呢度，如果你中意呢一集影片，請你俾個 like 我，仲未訂閱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，請你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嘅小叮當，當我有新影片上映，你就第一時間收到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